有一个查某囡仔伫麦当劳做工读生，那亲像是受到主管性侵，尾行底路想袂开。劳动部长洪成汉即马是表示，资方爱采取有效的措施，毋是甲加害者开除剁掉就准煞。也若台北市的劳动局嘛讲，即马要甲这间麦当劳罚100万。想说投资这样获得利润，就可以帮助家里。为着退出来倒趁钱去陷入诈骗，未成年的查某囝伫麦当劳做工读生的时阵，疑似互主管权势性侵害有1年。离开这个工课，报警查了后，想要继续趁钱，却拄到网络投资诈骗，然后甲放当里的借要40万拢哄骗了，甚至佫因为提供口罩变做诈骗集团的人头户。我妈妈佫较唔甘的是查某囡仔本地是长头章，红性侵害了，就一直甲头门加标。直接进了男生头，然后他觉得说这样子，然后看起来像男生一样，这样子就不会有信心。查某囡仔妈妈佫讲到涉案的主管，常常伊会当加白班趁钱的集团来威逼侵犯，甚至对查某囝手机的赖的对话发现讲，这个主管疑似嘛有对其他的查某同事性侵害。妈妈不满讲因囝的身心严重受创，落尾是行底路，但是麦当劳干那开除涉案主管，处理态度是真消极。进前雇主来引导嘛，干那讲危害尔，嘛是无回实的。这个事件是引起真大的关注。劳动部长洪成汉讲，雇主毋是开除加害者都无代志啊。听闻性骚扰的状况都必须采取立即有效的纠正跟补救措施。我们也会在法规上面做出很清楚的认定，绝对不会和稀泥。依法规定，雇主只要接到真情，除了需处理，阁要予伊心理咨商、医疗等必要的协助，而且检讨员工的工作环境敢安全。这部分麦当劳到底敢有确实执行，拢要查明。有一些相关的教育训练提供，好跟这个工作场所环境安全的这个防治的检查检核，那这个都有可能会是雇主没有尽到他该有责任的地方。小女的家属一直等无麦当劳和涉案主管会当回实的和赔偿。专案的权责处理机关台北市劳动局伫接到麦当劳提出的调查报告了后，认定麦当劳司法了无对受害者提供必要的服务，认定违反性别平等工作法罚100万。记者综合报道。